就美好的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愿地上一切荣光归于咱的上帝，阿门。愿平安喜乐归于咱正人中间，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感谢你，你的疼深深伫阮中间，我每一日拢因为你心满意足。通阮伫这地面上荣光你的名，让世间人看见你大的慈爱、救恩、甲疼痛。愿感谢你，伫每一天陪伴，互阮心灵意念拢通得到荣耀，献上深深的感恩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开始，就是用心灵来敬拜咱的主。要邀请每一个兄弟你将你的心放伫即个所在。我毋知当你今仔来到礼拜堂的时，你带着什么款的心？会当建议咱大家，当你来到礼拜堂的时，你就先安静坐落来，用一个短短时间来做一个祈祷。当你今仔日会当深深去拄着上帝，也互你今仔日对敬拜到每一天，你的心内拢充满上大的疼、上大的喜乐。我一摆伫参加营会时阵，这营会分互阮每一个人一个小小块的拼图，因为咱的跑本才看袂到。一个小小的拼图，然后每一个人拢一块。我毋知影即块拼图到底是啥物款的模样，是啥物款的图，拢无人知影。伊嘛无甲阮讲。伊讲若有机会，你会当互所有人做伙，将即个拼图摕出来，你就知影你到底是啥物款。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我一直毋知影。即幅图到底是啥物话？无人通知影，无人通知影。我知影一项代志，上帝伫逐时阵拢咧备办，互咱透过一个小小的困难，来成就真侪奇妙的事。所以当耶稣今日问伊学生讲，咱要安怎去买物件，来互遮个人来食较饱的时阵，这对当时学生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难题，因为因家己用头壳想讲，无可能啊！阮就将所有钱轻轻的去买物件，也无够通互遮个人来食较饱。所以对学生来讲，伊心内产生一足清楚的念头，就是无办法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我当时真紧有一个学生带一个囡仔，伊将伊少少的饼甲鱼来摕互耶稣，摕互耶稣了后，我相信伫迄个时阵，即个囡仔伊甘心乐意将这物件摕互耶稣，是因为伊知影，这物件虽然是少，毋过耶稣会当做是大，就亲像当你将你的人生伫迄个时阵，伫迄个状况，你提出你一点点就亲像即张小小拼图共款，看起来哪无啥物路用，毋过你知影，这伫耶稣的手中，就会成做真奇妙的代志。所以伫耶稣学生因的心内底所想的是啥物货？三字讲无可能。伫耶稣学生内底，因心内想讲无可能。毋过，即个细汉囡仔伊心内所想的，已经用伊的态度表达出来，就是我将几块饼、几尾鱼摕互耶稣，是代表
我也知影耶稣会当做超过这物件，所以伫学生甲即个囡仔身躯顶，咱有看到一项物件，咱有看到啥物？咱有看到态度。因有无共款的态度，所以因就表达出因心内所想的态度。伫迄个时阵，真明显来表达出因的无三大。有一句话讲真好，讲如果上帝无互你真好的家世，无互你财产，无互你厝，无互你口才，甚至嘛无互你健康，啊，要上帝有一项物件。一定互你，就是你的态度，因为你的心内底所想的，对你的态度来表达出来，所以你的态度是上帝一个所予你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时刻。有真侪时阵，比面对代志、面对人的时阵，你用你的态度来表达出你的意见，是好是歹，是正面是负面。迄个时阵，你的态度就伫迄个所在开始会影响你家己，也在影响你所面对的人甲代志。所以你迄个时阵的态度非常要紧。我一站伫病院担任义务的工作，有识采真侪密信的朋友，就是咱主内兄弟姊妹。有一个朋友，伊常常拢会主动奉献。所以奉献钱无济，啊，了较知影，伊是一个逐工沿路伫捡回收的朋友。有当时若有一寡线工啊，伊会去做，啊，毋过伊主要是逐工透早到暗，逐工猛行捡回收，安尼一个月收入差不多有10000外块。啊，无即10000外块，伊爱养起因全家庭。有当时我会甲伊讲，你钱欠要开啦，意思讲你毋好奉献伤济，安尼讲毋对对吼。啊，毋讲牧师无要紧，我会照我所有来奉献，一直到伊身体无好势，有真侪。病的当工开始来关心，较知影伊借12万奉献予家福中心来做一个啥物赞助真侪遮个善用的囡仔。这12万是伊拍线工的迄个头家来讲，以后吼我来做工都免钱，啊，毋过你先借我12万。所以对遐开始，这个头家借伊钱，伊常常起来做事，无嘛摕薪水，就是他先预支这个薪水。这个代志阮拢毋知，是伊身体无爽快了后，我搁较侪时间接触到伊，较知影这个代志。捡回收的时阵，有当时收到真侪好物件，伊毋摕去卖。伊将真侪好物件放喺中基的历史馆，有真侪代志，较知影讲原来即个朋友，伫咱拢毋知的中间，伊做真侪超过咱所想象的代志。伊无啥物钱，伊嘛无啥物社会地位，伫路边咧行。可能无人会看伊一摆，因为伊只是一个真普通的人。啊，毋过伊亲像即个拼图共款，伊尽伊所有的来做。伊家己当讲一句话讲：如果我有气力，我就去帮助遐个需要的家庭，互因得到幸福。当伊去讲即句话的时阵，我会感觉，啊，毋过你敢会当做啥物真大的代志吗？你当帮助偌济家庭，总是当以后知影伊有遮尔多
做遮尔侪细项代志的时阵，阮愈来愈清楚知影，即个朋友伊咧讲啥物话。只要我若有气力，尽我所有的，我就去帮助遐需要的家庭，互因得到幸福。即个朋友是咱主内兄弟姊妹，伊个家庭的亲人常常来讲，你实在有够戆呢，你才遮尔戆啦，偷人去借钱去奉献别人。头人逐个月食无够，你搁来奉献互别人，所以真侪伊的亲人来讲，你实在是戆个空的呢。啊，毋过伊安尼应答讲，我感受到帮助人是生命中一个上好的分享。如果来讲，上帝有一句安尼讲，伊讲毋通袂记你听好甲分享。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，毋通伫你一生内底，毋通袂记你去行好甲分享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所以心内就想，我会当行好的甲分享的物件无济，啊，毋过我知影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一件代志，所以我尽力去做。这朋友就安尼，伫个人生看起来是善向，是软正，是无够业的时阵，啊，毋过伊尽伊一点点的气力，我相信伊做的超过真侪世间人所做的代志。伊无比世间人较好业，较有气力。伊无地位，无名声，啊，毋过伊用伊细细一点点的气力去做影响这世代的代志。等伊过往了后，阮做伙为伊备办处理遮个真侪代志，有真侪。对逐所在来的人来感谢这个朋友为因所做。我看见伊毋是啥物大官，伊毋是啥物有名声的人，啊，毋过有真侪人来到伊面前来讲感谢你。伫我上艰苦的时阵，你予我的虽然无济，啊，毋过迄个时阵是我的人生上要紧的事。你为我做，你为我做，我愈来愈感受到，即个摕少少鱼仔甲饼，互耶稣的囡仔。即个囡仔心内若无足清楚知影，我所摕物件是点点的尔尔。我知影，遮个物件连我都食袂饱，何况有一个大人。啊，毋过。如果我愿意做，耶稣敢袂当用遮个物件来做超过我所想象？敢袂当安尼？耶稣敢袂当安尼来做超过我所想象？所以伫迄个时阵，这个囡仔心内一定充满一足深、足大的愿望。我知影我的物件是少，啊，毋过。耶稣要成就的代志是大，是水，是超过我所想象的奇妙。请兄这请朋友，愿你的心内常常充满一种真要紧的意念甲态度。无毋对，我真微细，我真软正，我所会当做的真少。啊，毋过这拢毋是重点，要紧的是，你敢知影，咱的主会当使用这一点点的物件。互伊变做世间人因所深深感受的疼、平安、喜乐、甲巴掌，这是这世间人因所袂当想象的。啊，毋过耶稣要透过真侪咱你我所做细项代志
来成就这一切。耶稣要做这样代志，所以当咱心内底若有感受到这份的快乐，咱会当愿意安尼来成就这一切奇妙。请你记得，唔通看轻你家己，唔通看轻你家己。有一摆咱带一寡囡仔去参观人种菜的所在，迄时阵伫室内一盆一盆的物件，看一只细细的豆仔，我毋知影啥物物件。问内底工作人员讲，这啥物物件？太安尼，讲这是豆菜。豆菜它还用真侪面筋喷互淡来盖伫头顶，讲安尼吼，迄台发袂起来。咱真自然来想讲，物件来盖起来，无空气，敢会活？这工作人员讲是安尼。豆菜若无盖起来，伊发了真长真长，非常瘦，看起来吼无好食款。毋过，当你用一个重重的面筋布，用重来盖起了后，当伊在生长的过程，为着要将这面筋布剃起来，煞安怎愈生愈肥，底肥真好食。哇！我才知影讲，咱食的豆菜吼，是透过这原理，互安怎生甲底肥安尼。若无豆菜啦，是一张长长、青青，无好看，也无好食。迄个时阵嘛，透过迄个机会，甲带去遮个真侪学生朋友分享。哇，原来这么趣味，这个豆芽啊是安尼成长。学生在讲，我嘛知影。原来我生下迄规规是路用诶，如果当一个人拄着艰苦、忧伤诶时阵，就亲像安怎，上帝当将一块面筋布放伫你诶面前，是要怎？是要互你有快乐，是要互你有快乐去赢过遮个代志。所以你诶身体、你诶心灵，咱逐工所拄着诶代志。拢是上帝真奇妙意思，因为伊备办遮个是要互你的人生有真侪真要紧的快乐。上帝透过安尼嘛提醒咱，毋单只有学习这个世界，咱着安怎爱心意更新来变化，看啥物是上帝所欢喜，以及伊的心意。有真侪时阵。特别是伫病服侍迄个过程，有机会接触足侪未信的朋友，你会感受到，看见这朋友的身体病痛，因的心灵，因所拄到的代志，因所讲的话，因的口气，因的态度，你一定感受到，这个世间互咱的是足侪负面的代志。做侪艰苦的代志，做侪伤害，你会感觉太是安尼。为什么一个人活到这么艰苦？为什么一个人伫这个世间过日子，过到这么挂虑、忧愁，一点欢喜都拢无？总人讲，上帝你敢袂当安尼？哇，所有人拢得救，所有人拢得到喜乐。心内常常会感受到，哪有耶稣的疼？我相信身躯边遮个朋友因袂安尼。我伫迄时阵一直感受到家己的美色，因为你面对遮个真侪病痛、艰苦、挂虑的人朋友，毋过你会当做真美色，非常美色。就亲像我手中只有一块细地拼图。对我来讲，伊有甲无，伊的存在甲无存在，实在无真要紧。
毋过我会开始想，这摕饼甲鱼予耶稣的囡仔，如果伊心内拢有一个足清楚的意念，就是知影耶稣会当做超过我所有的。是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我就用祈祷，将关心的朋友交伫上帝手。主，我会当做我咧做，过来主求你，互遮个朋友的身体心灵得到健康甲保障，因为这是你会当做。像像这有真侪时阵，咱必须爱晓知影你的人生，伫面对你家己甲别人苦难病痛的时阵，你的心内要有即个态度。你的心内足清楚，我会当做虽然微细，毋过耶稣会当做超过我所想。所以像一句话讲，一粒苹果，我知影有几粒籽，总是我毋知影一粒籽会当生出几粒苹果。你清楚知影我会当做，只是安尼。总是咱都毋知影耶稣所会当做到底有偌济，到底有偌济。所以你的心内有一个足清楚的态度。我看到毋是我的软只微细含慢，我看到是主的气力、决定、意念，拢超过我所想。当我的心内将这个态度放伫我的内面，我就愈会当伫每一天生活底充满新的喜乐、气力甲决定。所以你敢知影？咱的生命拢亲像一粒种子。无有人知影，咱即粒种子种入土里，母芽发生会当结偌济果子。总是上帝知影，伊要互咱有真侪心意更新来变化的气力。透过即个变化，伊互咱有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你我的人生。所以透过安尼，上帝互咱互咱甲伊做伙来成就咱所袂当想象这个世间真侪奇妙。所以弟兄姊，伫上帝手中，你是极其宝贵。有一天，你我会亲像这细汉囡仔共款，带着一个非常充满愿望、喜乐的心，来到伫耶稣面前讲：主耶稣，我所有的只是一点点啊，互你，因为我知影，你所会当做是超过我所想象的。今仔日伫即个惊吓软正欠缺时刻，亲爱的主，互我会当甲你做伙来成就这个世间真侪奇妙的代志，好无？亲爱的朋友，毋通袂记得你的人生有真侪即个机会，将你的一点点啊献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同心来祈祷。阿爸上帝，感谢你，我的人生有遮尔侪奇妙的时刻，就算阮所有的是一点点啊，甚至是无，我的心内底拢永远会记你。主耶稣，你会当成就的，是阮所袂当想象的。我愿意伫真需要的时，献上阮家己，来成做上帝你的路用。因阮心内带着大大愿望，阮的确要甲你做伙来成就这个奇妙的代志。主啊，使用阮每一个人，互阮勇敢将家己献伫你的面前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